美股大落连带影响到亚洲股市大落，南韩股市也出现阳动机制，台股收伫咧43502点，落1568点。中华有嫌犯食到赛车，甲一个所长的骹骨搞断去，法院说是判无报请回，嫌犯事后走去病院找所长，家属惊受人报复。方面，天流加上西南气流影响，对明仔载开始各地头雨水真高。那台南车暗时呢，有这台新明星半岛雪落大雨，加汤愈透愈大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受到这美股大落影响呢，这亚洲股市8一同款大落。这南韩的股市呢是落8.29%，盘中也捌出现阳动机制暂停交易。若讲到日本股市呢，有甲这64000点收掉的落3.85%。若讲到咱的台股呢，盘中大落2694点，最后有起转来是收伫咧43502点，落1568 8点是有史以来落第三济。若讲到这台票换美金呢，也是落1.05角，收伫咧31.58块。回答集团长任坤拜伫韩国拜访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对即阵啊全球科技股正人跌的股市有真大的威压。任坤是讲，全球科技股大落，拄好是大家买的好时机，因为 AI 基础建设才拄起步。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at AI infrastructure build out, and the future is quite bright. 车币亚股也是无去继续落，韩国早盘捌落甲阳灯暂停交易，收盘大落8.29%，日股收盘大落2563点，好在64000点收条，台股上演43000点月线保卫战，中场以43502点收盘，落1568点，其他一天5点一条无去，来到141.9条。市场呢之前呢也有一点过热的一个迹象所以说适度的一个就是筹码沉淀让市场回归这个基本面。看即阵啊，台股历年来收盘落上济点，是伫去年4月初7，美国宣布对顶关税，指数收盘大落2065点；2024年8月初5收盘抬1807点，今年6月初8是创下历史上第三大收盘落点，啊，毋过盘中捌大落2694。马创下台股盘中落上济纪录。这一波的修正可能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一波除了 AI 杂音之外，第二个就是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在就业数据报告这么好，大家会怕华许的利率政策是不是变成升息了？不过专家分析，6月股市还阁注意几项观察指标，包括11欧洲央行货币决策，也阁有12 SpaceX IPO 挂牌上市。迄天还阁有世界骹球比赛开始比，所来日本、美国甲台湾拢要公布上新的利率决策。联准会维持目前的联邦基金利率不动是比较机会相对比较高。目前的联邦基金利率相对于其他主要央行还是有利差在的。专家讲，美国甲台湾央行维持利率无调整的机会较悬。分析师提醒，即阵啊台股还阁伫咧修正期，提醒投资人爱注意操作技术比例的风险。记者采访报道。今仔日呢，这日本、南韩的股市也拢大落。南韩总统李在明今仔日伫伊就任满一年演说当中，就甲因的民众注声，讲这朝鲜半岛呢，并无平台湾较危险啊，认为这韩国股市互人看轻啊。佮讲要甲这南韩变做是产业强国，会甲有科技产业背景的中小企业新创部长韩胜淑找来做国部总理，并 AI 产业发展。七八伫青霞台迎宾馆举行就职1周年记者会，总统李在明也对6月初3地方选举内底部分选民离投票所等真久，选了无选票的代志表达看法。突然表示会涵容这代志，正喊过也要求检警查明真相。 결국은 이제 우리가 할 수 있는 일이라고 하는 이게 혹시 범죄 혐의가 있는 거 아닐까 해서 제가 그럼 최소한 진상은 밝혀봐야 되겠다. 일부러 그랬나? 또는 뭔가 근본적 구조적 문제가 있나? 알아야 될 거 아니고. 李在明演讲多好行回答执行长黄建勋访问韩半导体产业链，伊伫施政报告当中除了提出4大施政目标，也强调今年会营造走向无可替代大韩民国的南韩万华年，高要用超级差距打造南韩加做产业强国。不过，伊伫回答记者问到南韩综合指数 KOSPI 是毋是有机会超过8000点，甲安怎看待南韩投资环境时阵竟然为一等讲到台湾？ 지정학적 불안정, 예를 들면 전쟁이나 이런 위험성,
외교 군사 안보적 영역의 불안정 때문이라면 대만을 설명할 수가 없죠. 사실 대만이나 이쪽보다 한반도가 더 군사 안보적 측면에서는 더 불안하지 않나요? 아니 뭐 얘기하면 우리가 북한을 막 어떻게 집적거리지 않은 한.因为韩国过去长期受提告，假卖主品毋是地缘政治，是市场长期存在不正常现象。就伫伊演讲前一天，南韩内阁也传出人事调整，提拔现任中小企业新创部长韩庆祥来接金明锡，担任新任的国务总理。那经过国会通过，伊是科技产业出身，也是为2006年韩明锡了后70年来第一位南韩女总理。公视新闻洪图梅报道。日本和菲律宾要启动经济海峡 EEZ 划界谈判，中国确实趁机会讲要来到台湾的东部执法。17下晡呢，就4架中国公务船只来到台湾南部限制水域，和咱的海巡人员对徛，一直到今早起3点外才离开。专家就讲呢，这中国是想尽办法，想要比较金门、厦门的模式，伫咧东部甲咱的船临检，咱就爱强化这海巡的应对能力才是。高雄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权利，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中国单方面讲是管辖海峡，但海巡是强烈反击驱赶。中国4台公务船垂直下楼驶入咱南部的限制水域，海巡署随调包括高雄舰在内5台大型巡防舰，跟2台100吨级的巡防艇部署应对，进行一台对一台并行监控，并且强势驱赶。对方渔船垂直北岸离开限制水域，停伫咧限制水域外口，甲咱相向。严正谴责中国这种企图营造管辖假象的行为，全力守护国家主权跟海域安全。海巡继续监控，一直到初八透早3点20分，中国4台公务船才伫南苏东南方50海里，向东边驶离开咱国水域。原来是日本甲菲律宾伫咧进行经济海峡划界谈判，中国有机会讲初7要伫咧台湾的东部海峡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想要对咱进行捕捉地带侵扰。中国这边也阁派因家己制作的上万吨级的海巡船、海巡控球。专家讲，咱海巡的船较细台，双方较无可能发生冲突，因无咱海巡爱强化就是应对量能。中国公务船可能会比较紧密模式，伫东部海峡对咱的商船或者是渔船上船临检。中国海军登记我们船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海巡署要赶快派船靠过去预防等，在平时期就应该定期去巡逻这些所谓东部海域。伫咧中国讲要伫咧咱东部外海执法的时阵，初7团讲强军的航舰辽宁号编队通过巴士海峡，因过咱国防部长郭立雄澄清讲，所整合的资料是辽宁号也搁伫咧菲律宾东边，也批评中国海警想要伫台海甲东部海峡执法，并且常态化是半人的行为，也是认知战，更加是对咱国主权的严重伤害，会甲海巡密切配合维护国家主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丽宝龙园，因的长轨分销飞车顶个月23呢，卡伫咧半天悬，想要到今仔早起又搁出问题咯。有20个游客卡伫咧半天悬，加在有派人来处理，落尾大家拢是平安落来。其实因为刚好下雨吧，然后它的应该是我们听到应该是安全机制启动，然后他们就刚好那一班下来的就是全部卡在上面了。按你说你女当时也卡在上面。对啊。那我吓一跳吗？他吓哭啊，因为他本来就很怕，可是因为跟同学一起，所以他才上去玩的。列车爬到上悬点了后，煞雄雄卡伫遐，游客拢掉伫咧半天悬，而且迄阵呢透风落雨，游乐园赶紧通报派人来处理。也若丽宝乐园表示讲，长轨分销飞车因为雄雄有强风大雨，才启动安全机制暂停8分钟。经过工作人员的协助，这20名游客拢是平安脱离。立法院今日邀请法务部、经政署、交通部等部会来讨论假毒赛车相关的修法。法务部强调讲，会修法有关刑责，6月底会提出草案送这行政院来审查。那教育部表示讲，9月开始呢，校园也会做这喙烂的这个毒品快筛。司法部也暗算讲，要透过网络关键字来巡查落架，对毒品的源头给查落来。
翠南快胎就落实施了后，食到赛车召集到数量也悬。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到5月已经查到6730件食毒赛车案件。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拜一邀请相关部会来质询，讨论防治毒品犯罪甲食毒赛车的相关政策。如果阳性，那很快就会出来。那同时也会做一个尿液的采检。那尿液的采检当然这个要抢时间了哈，因为这个尿液采检，因为当场会就是做一个尿液的一个采检哈，那个避免那个时间哦，那个整个一个药效就消退掉了。因为依托米次代谢真紧，法务部表示会加强快胎教学检验的机制，卖研究修正相关的法规，提高刑责。拍算6月底进前会提出草案，上行政院审查。教育部指出，为了防止毒品入去校园，全国已经设置3627间学校，9192个巡查节点。未来研究修改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重新制定翠南快胎使用的规范。拍算9月导入翠南快胎，就是要提早发现学生使用毒品的情形。教育部也引进就是目前所采用的这个快筛唾液的快筛试剂，希望能够及早能够来发现学生疑似有这个吸毒品的情形。下架了几件，那现在是不是越来越猖狂？以毒品和电子烟来讲，分别是6000多件，14年到15年有6000多件跟25000件。另外，针对网络毒品买卖问题，所曝光透过关键字的巡查甲落架机制，已经处理超过6600件的违规内容。嘛，承诺会继续加强网络平台监控，为源头减少毒品的流通。记者郭正阳、志光台北报道。运动部的全国运动场馆资讯办和民众发现讲，这婚姻馆的国民运动中心的这个网页呢，却变作是色情网站，目前有甲提掉了。运动部早前发现，中心网页的网址是进前营运厂商所使用的旧网址，互人重新注册，却变作是色情网站，今摆已经甲提掉啊！也建立通报含查迄机制，防止类似案件再发生。游泳池内面有人伫咧受水，这是委外经营的婚林馆国民运动中心。虽然外口落大雨，来运动的人也是真多。不过有民众发现，运动部所建立的全国运动场馆资讯网，连接到这个运动中心的网页内面竟然是色情的内容，引起讨论。可能就管理问题吧，觉得它现实如果它运营没有问题的话，那一样可以来。我们这边也有告知运动部，那请他们协助处理。那后续我们有跟民众解释，立即发文澄清，也希望就是运动部这边再给我们相关协助。运动部调查了后发现，中心网页登载网址是前营运厂商使用的旧网址，换新厂商了后，相关的资讯无换最新的，旧的网址已经被重新注册变成本下的网站，怎么已经换最新的？当有换这个团队的时候，就要有一个机制来通知我们，我们要确保这样的事情未来不会发生。我也要求我们里面的同仁每一段时间随时去扫描、去检查类似这样的连接，也就是连接到外部的到底有没有状况。国外厂商他可能这个后来就没得标，那当然相关来讲的一些交的事宜可能没有交代清楚，这个因为他中间沟通没有很好，那中间就有一些会让人家利用到的一些漏洞。运动部强调，旧的网址摕来了，已经把正确的网址藏起来，进行资安分析了后，一切拢正正常。为了要避免这种代志搁发生，已经提醒县市政府，即使维护各场馆的资讯，会一段时间就全面检视网站的资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开始伫咧落雨咯，请来观众朋友出门爱特别注意。先来看南部，讲到这南部呢，初八开始变较无稳定啊。要若初9、初10雨会落甲真惊人。高雄市政府中昼宣布要开设2级应变中心。要若南马社、桃园、甲仙、六股、武林5个行政区宣布明仔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要若这屏东的东流线交通船也受到这风雨影响，业者宣布初9、初10这2天停驶，业者也趁今日一个船帮的时阵呢，赶紧把这个物资再去小琉球。另外，台南有这强庙举办新明星办桌，伫庙埕办272道平安宴，却撞到落大雨，这个信众是笑讲这鸡汤是愈啉愈大卡。这个遇水则
平安夜食到一半，雄雄开始透风落雨，大家雨伞夹咧，赶紧找所在避雨。台南草湖寮大天府伫庙埕办272度，要互信众斗阵来食平安。煞拄好当着方面经过，佮加上西南风，雄雄一阵青光雨来，庙埕无当雨棚，有人正坚持雨伞夹咧继续包继续食，嘛有人指责袂掉起骹倒落。民众笑讲鸡汤愈啉愈甜，袂说是家己会出泉共款。我们刚刚本来想喝鸡汤，结果都变成落汤鸡的那个，我们也变成鸡汤。感觉怎么样？第一次这样。感觉怎么样？我想到有第二次。嘉义嘛是天气无稳定，规工大雨一阵接一阵落。当日比赛的全国大专2号慢速垒球赛，规个球场拢积水，和大雨浸甲伤热热。为着外国比赛顶打着，球员阿哥伫咧落高梅控球。另外，因为气象署预报初到初十南部雨上大，早起屏东小琉球的交通专业者就宣布要停驶2天。但今仔日也有船帮，在地人无经补物资，那游客嘛赶紧改变行程，提早回来本岛。因为我们本来预计是今天下午才回来，然后看到有停航的消息，所以决定早点回来。中午开始我们陆续已经到现在才4点钟已经加了3个班次了，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旅客都输运完。对了，屏东的交通船高雄市府嘛提早应变，随风车北高雄天气是连绵出日连绵上大雨，积水真紧就退。不止个气象署已经针对高雄山区发布大水河的警报，初九开始山区24点钟的雨水量可能会达到350毫米，因此市府中昼就甲应变中心提管到2级开设，提早做好防灾的准备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锋面天流加上西南气流影响，对明仔载开始呢，台湾各地头雨水是落甲真高，可能会出现这落雨灾情。气象署对今仔下晡5点也启动较大规模，也是剧烈大水雨事件加强作业，可能会出现这地灾性的落雨。所以气象署呢3点钟就会提供一届雨水量上界新的资料。对气象署预测的未来落雨趋势都会当看到，拜2拜3，台湾真侪所在拢是红记记。受锋面天流甲西南气流的影响，气象署提醒，接落来1礼拜，全台湾的雨会落袂离，而且可能会出现低延时的强降雨，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要特别注意会落大水雨。因为明后2天，除了自流锋面由北往南移动的过程之中带来的强降雨。另外，在西南风的强度也来到西南气流的等级，会带来更丰沛的一个水汽所以我们一看到，最主要就是在中南部的一个山区，整体上来说降雨预估会是最多的有机会来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雨量。而其他地区也是要慎防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情形。气象署提醒，根据预测，这礼拜的雨水量真大，会是地灾性的降雨。所以也对拜1晚暗5点启动较大规模，也是激烈大水雨事件加强的作业。而且会加开记者会说明。气象署预计会在今天下午5点开始启动较大规模以及剧烈豪雨的一个加强作业。在这段期间，每3小时就会提供一次最新的一个雨量资料更新，也请大家随时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及特报的一个讯息。气象署表示，拜1日时，中南部地区的雨水已经真明显，累积的雨水量也不止啊多。气象署也提醒，拜2拜3，中南部山区也要特别注意大水雨，也建议乡亲随时注意上新的气象资讯。记者郭有记谢桂玲台北报道。讲到云林的土豆特别收成说因为最近天气无介稳定，本地爱拍雨塔的土豆雨水若来，就要看篷布，农民也惊讲会害去烂去。也因为今年收的价少偏旧年是俗3成，农民就烦恼讲，若阵的雨一来，就要用机器烘雨塔，成本若增加，根本就是了钱。雨一阵一阵咧落，目前拄好是云林土豆的采收期。有农民最近采收的土豆已经提起伫申请的产业道路边啊，伫拍日。因为最近已经连续落2-3天的雨，农民只好甲塑胶布盖咧，避免土豆压淡烂去。一天2天还好，超过那个太多天就不行了。他来用电动炉抢伊，顶起来用电动炉抢伊，我们长都用布啊。虽要用篷布甲土豆全部拢盖咧，不过农民嘛烦恼土豆会因为安尼翕甲烂去，只好甲篷布搁挺开，互伊通风，避免损失。搁加上今年土豆的价少比旧年落3成，所以用烘干机会加重成本，农民普遍拢较无爱用。打落土豆落，啊，就打就电开
送风落啊，即摆在摕收一根啊嘛是爱变。采收起来的它的含水量太大嘛，上悬的对啊啦。啊，你若讲咱讲起来硬无夯，一克6趴，这样你给一定派的啦。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讲啦，越小小影响到他的生活经济，影响到他的生计嘛。啊，一个不是干那油爱灯呀，这个做麻烦的啦。本着讲，你这个成本，你政府要怎么去解决嘛，对不对？协会表示，目前打进入分林土豆的采收期，采收量已经达到5%。若是连续一日落雨，采收了的土豆佫无拍打也是烘打，真侪业者是唔敢买。目前嘛，期待相关的单位当先做应付，避免农民的土豆因为无法度拍打来造成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副总统萧美琴访问帛琉的行程来到第3天，除了进一步了解台湾伫咧帛琉推动的各项计划以外呢，也关乎帛琉台湾的无人机推动无人机外交。另外，萧美琴也伫咧帛琉国会发表演说，讲到太平洋地区面对着诈欺、洗钱、毒品走私等国际犯罪，台湾调查局也会派人进驻帛琉，加强执法合作。伫帛琉国会大楼草埔一只无人机运送救生浮标咧飞，这款 MIT 无人机是台湾送予友邦帛琉的礼物，重量间的9.5公斤，相关应载重3.5公斤，飞行时速15公里。伫紧急灾害发生时阵，正做上合作手。副总统萧美琴化身解说员，向帛琉参议员介绍无人机，为政府外交走向无人机外交。台湾透过先进科技帮助理念共款的国家，也降低靠中国无人机建立飞航供应链。4G and 5G infrastructure is damaged by natural disasters. The drone can carry communication relay payloads. Those are some of the functions that are being used in Taiwan. 萧美琴这摆访问帛琉上重要行程之一，就是伫帛琉国会发表演讲，对帛琉长期伫国际场合为台发声，支持台湾国际参与，以表达感谢。另外，针对诈欺、网络犯罪、洗钱、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正做太平洋地区的共同挑战，台湾会甲帛琉共同深化执法合作。I am honored to announce that Taiwan's Ministry of Justice Investigation Bureau is prepared to assign designated personnel to Palau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local relevant authorities and jointly address the growing challenges posed by cross-national crime. 萧美琴前一暗也参加帛琉总统会主任的欢迎晚宴，强调这摆有深化两国人民情谊，鼓励更较侪台湾旅客来帛琉，甲实地见证代表合作成果等3项任务，也感谢帛琉政府甲人民一直坚定甲台湾徛做伙。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主席陈立文访问美国，伫咧当地时间初7的时阵出席纽约的校宴。致辞的时阵，伊也批评赖总统的新两国论，讲随时会引起战争危机。也若讲到即届出访呢，是一再发生真侪争议，竟然校宴顶头有这中国统战部的官员，甚至含伊做伙来翕相。也若国民党是跳出来背话，讲干那翕相无做伙用餐，也讲这个人拢是侨胞邀请来。对侨胞做伙唱国歌，国民党主席陈立文访问美国，当地时间初7参访纽约中华公所，拜访侨界团体。暗时出席纽约校宴，致辞时阵，搁再声明伫中华民国的宪法基础，会当有9二共识，两方共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甲基础，促使两方停止敌对，普遍交流。国家箭头指向总统赖清德的新两国论。在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的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中国国民党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证明给世人和平的这条道路永远存在。不过，这场纽约校宴也出现争议。纽约中国合统会长赵胜安原有出席，互人质疑有统战的色彩。啊，那初5波士顿校宴，陈立文嘛，互人讲甲中国统战官员做伙翕相。
甲田立文翕相的查甫人如国良是互人任命中国统战部所属机构的官员，替中国政府伫美国招募人才。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嘛讲，田立文测试甲长期赞同中路论述的美国学者戈德斯坦驾到，互人质疑田立文是传达北京的声音。人难免会有同温层啊，喜欢讲自己爱讲的话，喜欢见到自己的好朋友。人在华府，心却在北京哦。那到底是在帮台湾交朋友，或者说是在到了美国以后，还是在帮北京找知音呢？国民党说明赵胜安是由参加纽约校宴的台湾侨胞邀请出席的。另外，波士顿校宴主办单位并无熟悉如国良，而且如国良无伫校宴的名单内，敢若有甲田立文做伙翕相，无共到食饭。佮讲个别非台侨这人士拢是台湾侨胞邀请参加的。记者采访报道。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涉嫌利用亲友主人头诈领助理会定费用超过787万，也方查着讲，伫咧疫情期间叫各类机关找人头名单，甲7.4万剂中国制造的快台汽车违法分互原民地区。北检在今日依照贪污诈欺处裁等罪嫌，甲高金素梅等24个人起诉。赖清德政府的政治目的，我不会屈服。捌伫镜头前大声话无要屈服，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费、加班费，用以补助各种款项超过787万，各互人指控伫疫情期间非法输入中国制快台汽车，北检车牌证结，依照贪污等3大罪嫌起诉。各批评高金素梅一直拢提唔知搞辩解，犯后态度无好，具体求处当刑。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刑法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高金信12年6月以上之刑。检方调查，高金素梅以亲友做人头的方式诈领助理费，捌甲部分款项摕互小弟饲囡仔，嘛协助做假公文，互助理甲劳保局诈领15万外的育婴流程津贴，为对华引进快泰部分。同款是用人头犯案，还有真侪议员涉案，包含陈建忠、岳秋露、甘地良等人，拢伫起诉名单。当然觉得有个不合理啦，北检一直说这个快筛为什么是大陆的，这个部分我们也不大清楚，只是说赶快拿到快筛，然后发送给需要的乡亲。那时候是因为疫情很严重，太严重的情况之下，也是为了要协助我们族人，不知道会这样的状况。虽然民大拢法院网，毋过根据检方侦办，因互人指示协助收集人头名单，以每人少量个人自用的名义引进，通闪过专案申请审查。累计输入74400外支来台，不过大部分到尾拢交予高金素梅团队伫各原民地区违法发放。您拨的电话未开机。实际打电话予高金素梅手机也无开机，敢若用文字声明回应。当初新冠快筛无够，5年前救命防疫助人的做法，即马煞变做起诉的依据，会继续捍卫原民族的权利，监督政府施政，相信公道在人心，暗暝一定会结束。即届为高金素梅伊的助理张俊杰等真侪议员拢总24人去予北检起诉。按照即卖规定，因为高金素梅毋是涉犯贿选等罪，除非未来判决确定，而且有互人宣告剥夺公权，若无伫这进程，也是有立委的身份。记者采访报道。来看一则不幸的消息，艺人鲍祖顺可能是急性肺癌，将不幸来过往，食到46岁。医生讲，这几年呢，这肺癌患者有增加的趋势，可能和基因突变、放射线影响等等的因素有牵连。除了药物会当来治疗，也若这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也会当做骨髓移植。不过，这肺癌早期症状和感冒相亲像，请民众爱特别注意。艺人鲍祖顺技术得到急性肺癌，7月无过身，享年46岁。演艺圈其他艺人，亲像沈玉琳、高凌风等人，拢是肺癌患者。医师表示，这几年肺癌患者有增加现象，其中包含少年人，推测可能甲基因突变、放射线暴露等真侪因素有关系。你接触的有机溶剂啦，然后暴露的有毒物质啦，吸进去的 PM2.5啦，那或者是暴露在过多不正常的电磁波。
医师表示，血癌就是白血病，因为人体主要造血系统骨髓产生癌化病变，和白血球异常增生，影响血液功能。血癌有分急性甲慢性，急性血癌可分做骨髓性甲淋巴性两种。前一种大人较常常看到，后一种发生伫囡仔较侪。而且男性是女性的1.5倍，因为血癌初期症状甲一般感冒同款，较会被忽视。若出现反复发烧、加疲劳、贫血、不明原因的乌青出血、骨头关节痛，这些症状都要提高警觉。可能你在抽血的时候，就会发现，也许是全血球低下，或者说在周边那个血液的抹片上面会看到一些不正常的芽细胞，有这些蛛丝马迹，也许医生就可以及早去给他做一个正确的诊断。血癌治疗方式除了化疗甲药物，也进行骨髓移植。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它的存活率就比较低了，可能有只到40%左右。年纪的大小，儿童的成功率会比较高。根据自治骨髓资料库统计，历年登记捐赠人数将近50万人，已经成功配对移植7200人。医师强调，预防血癌的方法除了减少辐射暴露、粘头毛剂等化学物质，也要饮食平均、规律运动来增加免疫力，搁定期做健康检查，才能早期发现暗藏的健康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这教育部的校安通报统计，去年高中以下学生有60个人行地路，这是这19年来上界高的数字。有专家伫咧烦恼讲，这囡仔当着问题会和 AI 讨论，说是无要找生活当中的资源。教育部也强调讲，会继续伫咧校园来推广预防自我伤害、甲心理卫生资讯的服务，协助学生囡仔解决问题。高中以下学生自杀的人数最近几年有咧增加。根据教育部校安通报的统计，去年高中以下囡仔自杀死亡达到60人，创下19年来上济。专家认为，除了学习压力，因为网络甲社群媒体较时行，青少年常常咧使用，增加网络社交的困扰，可能会害因想要行地路，也若唔敢向别人求助，也是原因之一。他们还是会觉得说，我找人家求助，真的会不好意思，或者是觉得会有一种羞耻感。那个就变成是说，整个校园的文化，或者是说家庭的互动是属于一种开放的，不是那么的压抑，然后让孩子愿意去表达。专家讲，青少年若拄到情绪的困扰，向老师也是向外人求助，可能会互同学讲婴仔话，甚至因甘愿向生成式的 AI 求助。这真需要家长加注意，互因关怀，因为烦恼互家长关心。有的青少年会透过线上文字的开讲表达情绪，亲像生命线就有设文字开讲的服务。目前其实已经有在提供真人的一个文字协谈的服务了，因为 AI 用在就是文字协谈，它还是会有一些除了技术以外，还有伦理上面的一些议题需要去克服。台湾整体自杀比率甲自杀人数是减少，不过青少年阶段却一直增加。教育部强调，会继续推动校园学生的自我伤害预防工作，结合心理卫生的资讯服务，让学生的身心会当较健康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宜兰县各中小的校长遴选委员会41个人，2个是县级的家长团体代表，1个是学校的家长代表。最近刘明宇代表提案建议取消家长代表的这个投票权，提供建议就好。因但是遴选呢是负责有教育专业的人来做决定。县政府表示讲，相关的规定会再来研究。毕业的季节，宜兰县真侪国中国小拢在办毕业典礼。不过有民意代表最近提案，建议县政府甲宜兰县国民中小学校长遴选作业要点修正一下，因为选出来校长人和教育专业完全头较大身。他们可以提供意见，但最终不应该用这种投票的方式去做决定。是。应该要给教育处他们自己去认定说，对，评估说哪一个校长比较专业。民意代表认为，家长团体和学校家长代表拢是遴选委员，而且阁占3票，互真侪遴选出来校长，敢会晓做公关、做人情，却袂晓做代志。校长失去专业，互县内校园霸凌的代志是直团，嘛影响教学现场。去约束家长团体啦，就是私底下的这个关说或者是拜访的部分，应该就是
避免啊。教师职业工会就认为，根据中央法规规定，家长和教师团体拢有一定的额度，会当参与遴选的制度。要让制度更加完整，官府应该先让制度更加透明，让家长团体知影讲，遴选进前应该避免私底下做人情去甲人拜托，而且要有一定程度的教育专业。那这个议题呢，我们就后续我们会纳入我们的研议，就是在我们检讨会议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官府就表示，针对外界提出的相关意见，当年校长遴选作业结束了后，拢会开检讨会议，相关的议题嘛会纳入研议讨论。也若遴选进前，私底下讲人情、甲人拜托等等的问题，伫咧册内底拢有要求，嘛有禁止，要点内底嘛有唱明，讲甲真清楚。正式遴选会议的时阵，嘛会甲委员搁再强调，避免搁发生同款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高市街特别教路最近有诈骗集团伫网络顶头利用肉粽的行销，讲会当免费试食，一个拍折爱民众私底下和因联络。对一个50多岁查甫人，本地是开800块买粽，落尾说互骗上百万。一个查甫人去银行柜台，讲要领10万块，借伊表兄妹周转，不过伊的行为引起行员的怀疑，遂通报警察到场。什么是大蓝宝？你有收到这些石头吗？警方看甲可靠，才偷开这个50岁查甫人的心房。原来伊嘴认讲的表兄妹是伫网络熟识的朋友，暴露情网的伊，互人拐去投资控制，好甲再互警察查落来，无甲钱领出来。陌生女子用贩售矿石的套路，在嘘寒问暖，在远景劝说下。男子惊觉险些落入假交友陷阱。诈骗的步数出头真济，旧的无去，新的煞一直来，而且佫会对时势行。目前当时5月节进前，袂少人开始买年节爱食的肉粽，即马竟然也变做诈骗的话术。网络出现大文用介绍价免费试食当作成人的话术，怪人私信买粽。不过，无论民众安怎填订单，拢会显示无完成性命验证，无法度落订，刷落来就互拐去，家内联络服务人员处理。有一个50多岁的查甫人，照伊的指示去操作。损失超过100万。他有9个账户左右，那他大概汇了大概40笔，然后中间大概通话长达大概5-6个小时，所以代表说他一直都是在这些诈骗集团的监管之下去做汇款。诈骗它有转移，要一次骗到你投资诈欺，现在可能越来越难，所以呢，他就又化整为零，走向这个购物的部分。根据105打诈仪表板，今年前5个月的统计，逐个月拢是网络购物诈骗的受骗案件上济，干那5月就将近4000件。警方搁一概呼吁，若是伫网络购物的过程出现异常的金流，也是性命验证无完成等等，真有可能是诈骗，大家爱较细致的。记者综合报道。汤中立一栋24年商业大楼，这顶下卡的天棚经中道双向落落来，加在是无人去想到。社区的主委是认为讲是装潢已经旧，而且风骨头才会落落来的。也那这汤的监管处也派人去到现场稽查，要求因爱限期改善。再拄啊行过顶啊卡熊熊大片茶座的天棚落落来，互伫翕的民众行到脚尾冷。侧边中道汤中立新生路一栋24年商用大楼，顶啊卡的天棚熊熊落落来，互民众喘一个。怎么忽然掉下来，我就不清楚了。时间久了，对了。哦，就这样的状况知道吗？可能有风压吧。指挥点驻顶人摕扫帚本机清理如苍苍的现场，指挥知晓天棚落来，因为装潢老旧，搁因为中道风头才会落落来。好佳在代志发生伫平常时啊人较少，无造成伤亡，不过民众也是感觉真危险。如果这个真的掉下来的话，肯定会砸伤或者砸死人啊！我觉得平常应该还是要定期维修一下，就是避免路人行人会不安全这样。当即阵啊乌阴落雨，搁大楼中间不时大风灌入来，民众感觉大楼管理单位应该加强相关的防护，防止天棚真正撞上过路人。监管处是讲，所有权人无维护建物构造加设备安全，已经违反建筑法。依照网络上所反映的，应该有违反建筑法第77条之余。那目前我们已经派人至现场确认。那如确认有违反77条的话，将会要求管委会限期改善。监管处派人到场稽查，并要求限期改善。那超过期还无改善，会依共法裁罚6万块以上30万以下罚款。记者采访报道。
昨南投一台中型巴士载这菲律宾的游客对合欢山落山的时阵，摔伫咧台14线79公里的所在，滑落去2米深的山坎，驾驶和15个游客受伤送病院。警方调查表示，讲这驾驶呢，伊无食毒也无食酒，不过驾驶呢并无营业大客车的这个驾照，连一般轿车驾照也互注销，警方会依法解告发。画面中，当日落雨，天气无介好，消防人员甲受伤的人刷到2桥要送医。事故发生伫初七尾暗仔，一台中型巴士载菲律宾的游客去合欢山看渡关花结束要落山，规台车煞伫南投第14线北部公路79公里路段摔落2米深的边坡，造成驾驶甲乘客拢总16个人受伤送医，其中有4个人伤势较严重，也在大院。加护病房那一位的话，颅内出血那一位，他的出血不多，可以观察，好。那目前不需要手术。那另外那一位的话另外那一位是骨盆骨折，那个是要手术的，但是大概要等1-2天，要确定血管没有 delay 的一个受伤才会去做手术。针对事故，警方表示，现场的驾驶的讲法是讲动有问题，车才会在转弯的时弄到灰台摔到边坡。然而，监理单位是指出，这台巴士今年5月验车甲车籍资料拢是正常的。事故发生以后，警方也继续伫现场调查，研判当时可能是车速上紧。虽然驾驶无食酒赛车嘛无毒驾，不过警方所查出伊无大客车职业驾驶执照，而且伊个人的普通小型车驾照嘛互注销，甚至有97张罚单无纳，积欠罚款总金额大约是60多万。经调查，张姓驾驶无毒驾及酒精浓度反应，未持有营业大客车驾驶执照。警方将依法告发。后续肇事原因由警方持续调查厘清。那我们初步研判是因为驾驶他天雨路滑，在这个下坡陡弯处他自己车速过快了，而且他可能对这个路况不是太熟，所以才导致目前这个事故。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若无驾驶执照去驶大客车，汽车所有人甲驾驶分别会当罚4万块以上8万块以下，然后当场保管车辆。随便下晡，业者已经有委托吊车来甲车拖到仁爱分局的保管场。警方嘛提醒讲，南投山区即几日拢咧落雨，呼吁驾驶要注意车速，维持安全距离，避免发生危险。记者卢尚如、洪延秀、郑春游台北南投报道。昨有民众伫咧花莲市美仑溪出海口发现到一只这海猪仔囝伫遐看山，海巡队赶紧去遐抢救，兽医检查发现，这只海猪仔囝呢，介上有互鲨鱼咬，而且身躯顶有真侪空水，情形无介乐观，落要决定该安乐死。一直咧发出求救的声音，看山的小海猪规身躯皮皮喘。海巡队官兵发现伊的身躯顶有滚大严重的空脆，所以赶紧甲伊救援后送。发现活体服饰海豚幼体，予以3要4步救援机制持续给予保施，并同步通报海保署到场协助，后续将海豚移至临时救援池实施安置，并交由海保署处置。这个事件是发生伫初7早起，小海猪互人发现了后，是先送去花莲区渔会的临时救援池安置。海保署甲管会相关的人员嘛到场，初步研判，伊是粉鸟蛾的幼囝，身躯顶的空脆是去互沙雕攻击的。达摩鲨，那它会伺机的攻击在海洋之中的大型的鲸类或鱼类都有可能，所以那个伤口是自然的现象。只是有可能是因为新生儿他的游泳能力，或者是他生理本身有一些疾病状况，所以导致他更容易成为达摩鲨攻击的对象。虽然遗憾的是，小海猪迄阵伫临时救援池虽然阁有在冷冻，不过其实伤势真严重，状况嘛不乐观。它的内部根据一些相关仪器的那个检视，有包括很多的空气在里面，那可能评估下来需要母体来陪伴它一起成长。那考量到动物的一个福利以及它长大的一个状况的话，那最后由专家的判定，建议是以人道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置。农业处强调，结束小海猪的性命是不得已的做法，不过伊才3个月大，人工饲养无法度提供成长所需要的养分，后续嘛无法度代替母海猪的药检行为，为着避免伊的痛苦，这只幼海猪已经伫初7迄天用药剂互伊安乐死。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历史博物馆呢，5月30到9月20举办种种未完特展，展览场有设 AI 互动游戏，用较轻松的方式来吸引少年世代接触讨论生死的议题。国立历史博物馆表示讲呢，这摆展览唔但有汉人的传统宗教，也加入台湾的族人信仰，希望民众会当透过无同款的角度来看生死的议题。
经由设 AI 互动电脑游戏体验十王图，这是汉人传统文化，第位人过身后会接受十殿阎王的审判。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漳州未完特展，希望用较轻松的游戏讨论生死。馆长讲，当今社会对死亡已经无像过去遐尔禁忌，少年世代对生死议题嘛愈来愈有兴趣，所以这摆展览mau用挖紧少年人的方式，要互民众用多元的方式接触生死的议题。这个互动游戏也让年轻人体验一下，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存在着，应该是永远都会有在的这个有关生命的这个哲理的探讨，主办单位讲，展览唔但呈现汉人传统宗教对生死的观念，嘛包含排湾族的祖人信仰，希望互民众透过无同文化角度，看到对生死无同的解说。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禁忌去提起？不会，其实当我们就是我刚才讲的话，就是当我们有人往生的时候，我们会请祖灵回家。其实当祖灵回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利用这个时间是跟我们的祖先对谈。在展览的另外一边，博物馆嘛推出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国际特展，三甲东方甲西方下文明的两个展览，互民众对生死观有更较深的思考。记者郭正勇、王志光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菲律宾南部的民达纳哥岛初八早起发生规模7.8的大地震，真侪厝拢倒落去。到下晡4点为止呢，已经有19人死亡，134个人受伤。那这地震尾到中昼呢，就发生183届。岸边呢，也有出现1.4米高的海涨，连印尼、日本拢发布大海涨的警报。目前日本已经解除所有的警报了。地区冰心一个小学生惊甲一直叫，就伫咧老师甲囡仔揽掉的安大因的情绪时阵，伫咧因边一个铁皮厝下鸡仔规个放落，囡仔惊甲赶紧走，老师喊声叫囡仔赶紧坐来。菲律宾南部民达纳岛初八早起，台湾时间差不多7点37分，发生规模7.8的强烈地震，震央伫咧民达纳岛圣托斯将军市西南边差不多13公里的海面，深度33公里。地震威力正强，真侪民众目睭紧紧看到家己的厝倒去。而震央只敢若10公里的圣托斯将军市灾情上严重，一直传讲有人掉伫咧倒去的厝内面，警消人员正无用驶过去救人。So far na labas na po, all accounted yung employees natin from the Jollibee. Na-rescue na yung 3 victim na na-trap na nandoon sa loob. 菲律宾政府科学家讲，这边地震发生伫咧地震活动上接的地区之一，就在新昆瓦郡科达巴托海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讲，地震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海沟的前发生海沟型地震，有大油板块向下卡溃。沉入去另外一个板块下骹所引起的。菲律宾当局统计，一直到中昼12点，总共有183遍地震尾，规模自1.3到6.7。伫咧离震央200公里外的印尼巴索拉维西省，也能感受到这边地震。菲律宾当地也有边的印尼、日本发海啸警报。印尼的巴索拉维西省不观测到75公分的海啸。Agar menjauhi pantai menuju tempat aman yang lebih tinggi. Untuk status ancaman waspada diharapkan untuk menjauhi pantai。日本气象厅发布南部沖縄县到关东地区造成关的海啸警报，要求超过185000人刷去较悬的所在避难。到当地下昼4点之前，有观测到日本鹿儿岛、宫崎、和歌山一寡所在海啸，关度上悬是20公分，一直到下昼4点50分才解除警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已经伫咧社群媒体宣布，所有灾区的学校停课，只是所有的相关政府机构是采取行动评估损失，并且部署救援物资，准备避难所。同时也希望民众要注意海啸的消息，若听到海啸的消息，随撤离到较悬的所在。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仔日是7年后，佮再去到北韩访问。北韩的官方媒体劳动新闻指出讲，两位领导人拢批评不满这美国的高兵主机和日本的新军国主机，也讲会提出经贸合作。
北韩官方的劳动新闻指出，习近平2007年搁在访问平壤，要强化两国的合作关系，来对抗美国的高级兵霸权主义，又有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因那中国也伫出访进前，由习近平签名投稿劳动新闻，内底强调两国爱做伙维护公正的国际秩序。面对了单边主义这种挑战，在国际场合共同的要反对这种单边主义，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不过，习近平要访问北韩的政治工初7，金正恩的小妹目前担任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的金宇正公开发表谈话指出，因为5月川习会了后，美国川普政府甲和北韩非核化列作美国甲中国的共同目标，所以北韩政府重新强调绝对袂放弃核武器，就算是韩战期间徛共边的中国也同款，北韩也拒绝讨论放弃核武器的问题。Ties have grown colder over recent decades, and North Korea has turned more to Russia, sending troops and weapons to support the war against Ukraine. Beijing has long worried that instability in the authoritarian nuclear-armed North could seriously damage China if it spilled over the border. 美联社分析认为，目前看开北韩甲罗西亚关系比北韩甲中国的关系搁较好。不过，北韩若要提高本身的生活水准，依然需要中国的经济援助。这个习近平访问北韩，会讨论到的实际议题，可能有增加中国旅客到北韩的数量，重新启动北韩甲中国的边界陆地交通，也有联合经济开发计划等等。日本共同通讯社是报道讲，北韩伫批评美国的时阵，并无讲到美国总统川普的名，佮讲金正恩无甲伊甲川普面对面会谈留落来嘅美好回忆放袂记哩。北韩的意思是，因坚持发展核武器，不过也是要维持甲美国友善的关系。国视新闻徐家仁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2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29度。宜湖、金门、马祖对22度到2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